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港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那么这2天开始全台湾交通大执法，那么尤其大家感受到讲，可能4年呢叫做铁包肉，那么2年呢叫做肉包铁，但是肉包铁危险较济铁包肉。4年呢敢就安全较赢2年吗？机车敢通取消2段来玩？那么在考验着社会共识，到底是要安怎来斗阵行？到底有用无用？要来用交通大执法，就有通来变做希望一天台湾交通是天堂，唔是地狱。首先来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咱逢甲大學智慧運輸與物流創新中心的副主任鍾惠如鍾老師。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是台灣機車權益促進會副理事長吳尚宇。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退休的交通員警趙明景。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交通的專欄作家林碧芬。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來關心到底這個交通大執法是為着啥物呢？為着要洗掉過橋的人啊，講是咱是行人的地獄，這個歹名聲，警政署加強來處理咯。那麼尤其呢，你若賽車無讓過路人的行為，對3月起已經開始咧罰啦，罰較真重，上重會罰到3000元，而且交通部已經完成了修法，下半年就會罰來愈重，但是。即馬佫另外一個問題咯，到底騎奧多麥是毋是愛分做2段？這個爭議一直攏未煞。交通部長王國材表示講，那麼考量到真濟人呢，那麼濟伙人呢，唔敢直接來玩，所以呢，大家已經也習慣着分2段咯。所以呢，未取消這項規定。唔過有人建議講，車輛車流大的所在呢，愛開放一個車道。和奧多麥會當直接來倒彎。在台灣實行真久的奧多麥2段倒彎，即馬敢要改掉啊？交通部建議一寡路段取消奧多麥2段倒彎，民眾看法無同。我覺得那個危險性會拉高，2段式左轉會比較安全。車輛擁擠的地方，一定是2段式會比較安全。那你當然入小條的，那就有商榷的地方。根據交通部的統計，今年1月到2月，交通事故大約是66000件，有526個人死亡，89000人受傷。其中死亡人數增加上濟是台南、雲林、宜蘭、嘉義縣和南投，其他事故死亡的都佔了6%。文件所是提出3大改善方式，頭先要做的就是行車管制號誌的路口應該避免轉向，再來是閃光還是無號誌的路口應該盡量莫橫過，再來說低降到號誌的周期，降低車速。對機車2段倒彎，交通部長王國材講未取消，但建議一寡所在開放第3車道。沒有說要把2段式左轉廢除，然後剛才又談了，縱然直接左轉哈，我還是要留下這個待轉區啦哈，因為有一些這個老人家哈，或是有一些這個比較不習慣開到內側車道的機車主，那還是可以用2段式左轉，把牌子撤掉。然後同時保留待轉格啊，然後也可以內側左轉，就雙軌並行的方式，所以安全疑慮上其實是沒有問題的。這運建所機車安全的改善辦法，發函予各縣市，部分路段未來奧多麥是免2段倒彎，安全的部分各愛觀察。記者綜合報道。我相信大家攏有這種經驗，到底呢是直接駛到倒邊去來直接倒彎。頭拄咱看到新聞台內面連續2個訪問受訪者。伊就講：哎呦，安尼阿不奈，那麼我愛是2段來較安全，但是數字的統計又佫是安全，事實上在交通的這個實務上又佫是安全。咱先來請教着鍾老師，到底都種較安全啊？較安全應該是講吼，你的車若要倒彎正彎，你攏真清楚你是要佇個倒彎吼。咱即馬應該是。老師講較真藝術咯。嘿，即馬上大個問題吼，是原來你若講要用2段在倒彎嘛吼，啊，即個你每所有所在攏做會出來嘛吼，啊，所以有足濟個所在。
整个路口的时阵也无办法甲伊迄个空间做出来，所以大家嘛是吼，讲较走出来，所以嘛有问题嘛吼。啊，另外一个我是感觉应该是上大的问题是，即摆大家拢叫机车行咧外车道嘛吼。外车道的时阵，即摆若款的汽车要正弯，啊机车要行直的所在，即搭是即摆发生车祸上侪的所在。吼，所以就讲，咱即摆甲汽车甲机车甲分流出来的所在，伊伫路口要转弯的时阵，都有一寡冲突出来。吼，这是即摆应该咱是上爱去改善的。啊，不过另外一个就是，即摆机车拢徛在外车道的时候，外车道你即摆路边停车也要停，公车也要停，客停车也要停，大家拢要停的所在，所以就甲外车道即个空间，伊的安全性就足低。吼，你甲遮侪的机车拢伫咧外车道底行的时阵，这就是即摆嘛是一个最重要原因啦吼。所以讲机车的肇事率头拄有看到哈，63%的肇事拢是机车，所以我感觉机车。即个运具伫咧咱台湾的一个交通设计内底，应该是爱做慎重、做重视甲考虑入面。啊，毋过咱即马根本咱即马的道路的管理，也是讲道路的设计的部分，拢是用咱上四年来想即个代志，所以包括管理吼，停车管理法规，或者讲吼，你即马若车无让行人的所在，你爱加重罚款。机车嘛是共款1,200啊，伊嘛无变啊，所以就咱规个管理，讲对机车伫咧咱的社会内底是这么济，啊，毋过咱对伊的管理，明明存在，啊，佫无咧重视。你又无咧重视，你设计管理拢无用一个机车即个行为来思考，这是应该是后壁应该爱做爱加强的所在啊。好。老师已经开了题目哈，机车来，恁来讲吴尚武，来恁来讲看卖。你是安全主张讲，我要来倒弯直接倒弯，较安全，颠倒较安全。你讲者，因为吼，我坦白讲，真侪人的观念，你睇看了新闻大内面，伊就感觉直观哦，伊就感觉讲，我就是两转吼，大转吼，我较安全。恁是安怎是咧看法？安怎来即个逻辑是安怎来行？去讲互观众朋友来听。其实来讲啦，阮两段市敢会较安全，这件代志应该爱为讲你是咧徛伫咧搭一个车道来思考，因为若是讲你徛伫咧上内线的车道，你想要倒弯的时阵，你就直接为内线车道倒弯就好啊。啊，毋过咧，为虾米以前开始咱咧讲爬两段市的倒弯？因为过去吼，阮有足侪道路顶悬就有即个吼进行机车，对。啊，即个进行机车画伫咧内线车道，就互机车无法度驶伫咧内线车道，爱一直自头到尾拢爱驶伫咧外侧的车道。那安尼咧，阮机车伫咧路口要倒弯的时阵，哦，就无法度你去内底，你去内线车道倒弯，就会形成即个情况，吼，就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讲咧，机车为外侧车道倒弯时阵，会甲内线车道直直行的汽车发生车祸。哦，啊，毋过咧，这个行为呢，不管你是机车嘛好，啊，不管你是汽车嘛好，你敢若是你若是为外线车道倒弯时阵，你的意思是讲，第一，迄先决的条件应该啊禁行机车这个物件，给取消去。对，唔对？哦，才有通啊倒弯才会顺势啦。啊，若无只嘛是按同款的发生的车祸。对，这头一个。啊，因为过去的时刻，就是因为有禁行机车，所以毋才互恁两段式来保障你的安全。但是恁即摆希望讲，既然20-30年落来了，吼，这个发生车的这个比率也无降低，那么不如来直接把这个禁行机车这个车道取消，啊，互大家回归到这个本位，是毋是这意思？对，无毋对。就是讲咧，咱伫咧路顶咧驶的时阵，阮着照阮要去倒位吼。阮若是要伫咧后一个路口要倒弯，阮着要驶伫咧内线的车道；阮若是要伫咧后一个路口要正弯，阮着驶伫咧外侧的车道。不管是汽车嘛好，不管是欧多拜嘛好，就应该爱安尼来驶。哦，安尼才会当保证讲，咱伫咧路顶吼驶行驶的时阵，咱会当安全。是，这我来问吼，民警。在你吼实务上的经验吼，到底车祸是安怎发生的？尤其机车，咱就知影讲63%，吼啊，当然啦，
因为台湾机车实在太济了，吼，所以发生当然是看起来是较济，是毋是安尼来想？其实吼，机车两段倒弯吼，这个问题就是讲，咱定定咧看讲一个车祸，一个违规吼，无倒摆倒弯去落车弄着，不管伊是直行还是对面的啦。其实甲伊是毋是两段倒弯拢无关系，其实是安怎是转弯车无让直行的车啦，转弯车位让直行车啦。伊重点毋是伊毋是有两段式啦，吼，所以讲汽车直行甲倒弯的会弄着无？会嘛，谁会弄着？因为转弯的无让直行，无让直行的嘛。所以你机车不管有两段还是无两段的倒弯，你只要有让直行的车，你就袂发生车祸，是毋是安尼？所以其实你会发生车祸，袂发生车祸上重要的代志是，你转弯的车无去让直行的车，你这个观念无建立，你100段倒弯嘛无效，对吧？你100段倒弯嘛无效，我100段了，我甲同款无量嘛。因为去使用过死的路口，拢踮遐一直洗苦恁啦。所以我讲哦，咱就是这个吼，逻辑顶悬都唔对。你问一个3岁囡仔，你讲啊，你若要倒弯，你行倒一边？伊就讲我行倒边。啊，你若想要念伊要正弯，你行倒一边？行正边。啊，咱这个大专区吼，交通部解释讲，咱要入去待转区的时阵吼，你应该拍正弯的灯，还是倒弯的灯，还是唔免拍？交通部甲你讲，拢会使。你要拍倒弯嘛会使，要拍正弯嘛会使，拢无爱拍嘛会使。啊，你看，伊家己都唔知这是要安怎行啦，家己伊都唔知讲我机车袂使直接倒弯，要两段倒弯的时阵，伊家己要安怎行，家己都唔知。我这个到底是算右转、算左转还是算直行？交通部嘛唔知。家己都无清楚。因为咱听人讲吼，我观察到大专区吼，这大专区吼，有当时离个道路吼，有个较空间的时候，你来驶去到这个车线吼，头前遐有一个专门的。啊，有个我正话设计要内底，有个啊设计内底吼，千奇百怪啦吼，所以这真麻烦。咱老师这后这种的啦吼，后这种空间不足的啦吼，后这生去都会足济啦吼，所以其实。这我特别讲，这应该唔那，咱今日来讨论这个吼，应该唔那是交通行人，还是讲桥倒摆人的这个道德观念而已。规划者嘛爱开始全面来做理解来想吼。在我要来请教吼，咱撇分吼，你要安怎来解剖吼？这个肉包铁甲铁包肉，倒一个较安全？因为我想，他在这新闻台内面哦，真侪人的固有的这个观念内面，哎哟，当然哦，4链的就甲2链的哦，2链的当然较袂比啊，较无安全呐。敢是安尼，还是咱安怎来想？嘿，头拄新闻台内底讲的嘛是对，但嘛不是完全对。是安怎讲？伊讲咱较慢的人，看咱迄交通部的官员伊讲的。有老大人要开车、要带转的时阵啊，伊较慢就较安全。这是一个概念，安怎？老大人等于慢，老人等于慢。但是实际上，咱机车有紧的，嘛有慢的，有绿牌、白牌、黄牌、红牌嘛，遮侪牌，速度拢无共。但是利用同一款的规划方式，去让它必须要。强制带转哦，所以撇分的意思是讲，应该以车速来做规范。对，头拄咱3位老师有讲哦，咱的交织，这是我们这个交通部运研所用空拍机做的研究，可以看到直行车，甲这要带转的，要两段倒弯的车，伊的交织重复的轨迹，打到的哈，对。重复的轨迹一旦多了，就代表它的风险会增加。就是为安尼看，若是我直接倒弯的时阵，我是不是就避免了车流交织的风险？哦，这是我们可以来思考的。哦，这是第一，就是车速应该来做规范啦。对。啊，世界各国敢有用车速来做规范呢？我会记吼。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民国75年的时阵，啊，一直到差不多出业，叫要出业，大学叫要出业迄阵时，阿扁啊开始做台北市长的时阵，叫交通的啦，叫这个管区啊，徛伫这个禁行机车的这个车道，安尼徛条，
，BB， 你骑奥多麦了，BB 随着马上来出队。哦，迄感觉迄阵时哦，这个印象对我少年时阵已经过去啊30年啊，即摆佫留存着哦。这个台北市的执法是安尼，但是世界各国敢有用这种方式讲禁止摩咪车袂当在倒一个车道，敢有这种方式？国际方式哦，应该是足侪，应该是看咱足侪国家无共。比如讲，我讲一个日本好啊，日本的代转嘛是有，但是伊是限制较慢的50cc、30cc 的。再当去限制它代转，伊嘛是用车速来代替车种的概念啦。啊，所以意思是讲，那虽然我是重机车，但是我想讲，我今仔日心情歹，我要慢慢啊驶，所以我就来两段式的这个转弯，敢袂使？会使，伊是用车速去做分的，对对对，所以它的这个概念是非常直觉的。就是用车速来做，接下来请教蒋老师哈，蒋老师在世界各国哈，尤其机车较侪这个国家，因拢是安怎来规范机车的行为？第一，伊的路权是毋是像咱即摆有限制？第二，因是安怎来规范因要倒弯来正弯？应该讲吼，各个机车较侪吼的国家吼，除了咱台湾是属于先进国家，其他应该是拢是南美吼，所以。骑机车较侪人，其实和国家无啥关系。骑机车较侪是因为咱的气候的条件，好，比如讲咱台湾，还是讲越南啊，吼，因遐气候是适合骑机车。好，啊像你讲啦，讲像日本啊、欧洲这欧洲的国家内底吼，超意大利啦，好，意大利嘛是较南边嘛，吼，所以因骑机车人其实嘛这么侪。好啊。所以，一般来讲，较南美遐吼，因算讲遐国家因对交通管理较无用较侪心力啦吼。所以其实咱台湾吼是管机车是管了上认真的，因为咱车侪嘛吼。好，啊个爱认真甲咱节目来讨论啦。好，啊个毋过若你若讲较像日本啊吼，欧美这国家其实嘛是拢有骑机车。啊，毋过因对机车来讲，因头拄仔讲嘛，博勋头拄仔讲吼，因是用车速来讲车的速度，还是车的性能，吼，伊的功能来想。比如讲，你若车较慢，啊，你就是2段式左转嘛，吼。啊，毋过在日本因是2段右转啦，吼，因为因是靠倒手边开车嘛，吼。其实咱的2段的倒弯吼，是应该是去学日本的啦，吼。嘿，啊，所以毋过因是对。慢车，好啊，比如讲咱的慢车，你若讲我脚踏车，还是讲头拄仔讲的，我要慢慢来过啦，不要紧，咱嘛是会当互伊2段的倒弯。啊，毋过因若是对其他吼，对其他因就是讲，你的车速若含汽车共款，啊，所以因就对汽车来行。好啊，甚至讲你若是款的126cc 以上的，吼，因的机车就属于含。汽车拢共款，拢会当行高速公路。吼，世界大部分的机车拢会当行高速公路。对，吼，好。啊，毋过只是咱的机车的，咱的机车管理，吼，咱个讲普通的重机这款的机车，咱是为51cc 加250，互咱管较伤宽，所以这个范围内底，咱就足歹去管的。吼，啊，所以咱对伊的，应该咱即马对伊的限制嘛是较侪。好，所以其实咱即马来想一个方法，比如讲。我若是用车速，吼来管理这车，我就免管理你是啥物车嘛，吼你滑板车啊，是讲嘿咱即卖有轻型的电动脚踏车啊，还是轻型的机车，其实咱若用速度来管理，其实会较单纯吼。啊，所以咱讲嘛吼，你若是慢车，咱真正就行喺慢车道，啊你就2段去倒弯。啊，你若是属于紧的车。就那汽车共款，恁就行喺汽车道。啊，毋过若行喺汽车道，你就爱讲，你的行为就爱含汽车共款。啊，咱即马赛车的人吼，上讨厌机车就怎？我边啊，咪倒边、正边诶传出来嘛吼。所以咱即马讲，迄人讲专车吼，两车旁嘛吼，两车旁，迄是大家上讨厌。所以其实咱即马要讲。要开放机车会当入来，算讲内车道，含汽车做伙行，会当直接倒弯。其实上重要爱去规范，就是讲你的机车含汽车徛做伙时阵，一定袂当两车旁，一定袂当机车含汽车是行一个同一个车道，足危险的。
所以即马我感觉应该唔是讲咱讨论是要免两段，不爱两段，应该是讨论讲机车和汽车行做伙的时阵，到底这个车咱要怎规范伊的行为？我感觉这是上重要。老师，你讲因袂使共一个车道哦？机车和汽车，就恁的车道，恁3米5哦，你的汽车和机车常常安尼行做伙对无？平行啊。对，你袂使，你嘛是爱，恁像和汽车共款嘛，我是伫咧头前，伫咧白驶啊。哦，会当对伊骹声道啊，嘛会当在伊头前安尼啦。但是你就袂当要超车。对，你超车是就是啊，像那法国的规范是安尼吼，比如讲你若要会当，你机车伫咧两个汽车中过，伊敢若伫咧，比如讲你咧等红灯的时阵，还是讲你踏车嘛吼，所以是规范讲20公里以下，你会当伫咧两台车中两过，吼，所以其实爱管理啦，吼，咱袂当讲管理上重要，管理上重要，所以。今日要开放这个吼，我想大家嘛讲吼，你若会当我倒弯就对倒弯嘛吼，正弯就对正弯，其实对咱来讲管理是上简单的，上简单。啊，毋过上重要就是讲，你甲汽车和机车骑做伙驶的时阵，两种车应该是拢爱上，爱和迄汽车共款，你都爱开车爱和汽车共款安尼开啦。常务，恁要来争取吼，这个开放吼，恁家己来讲，你感觉，若开放了后，吼万不依啦吼，若是开放了后，在快车道的人，你安怎来规范骑奥多摆的人？爱安怎？你家己感觉？我是安尼想啦，因为阮知影讲吼，伫咧路口的车祸吼，上主要的出现的迄个型啊，就是讲哦，拄则迄个警官讲的，就是讲咧，阮伫咧路口的时阵，被倒弯的车伫咧外线车道，啊，甲被转弯的车，啊，甲直行的车，啊，弄做伙。他民警讲的，对，无让直行车就先行。所以讲咧，阮若是要倒弯，就一定爱靠伫上倒手边。啊，若是讲咧，阮即马驶伫咧正手边，啊，阮想要倒弯的时阵，这个时阵伫咧路口，阮就应该爱两段线的倒弯，安尼才袂出现讲咱车流哦。弄咧做伙，安尼才会当提升咱的安全啦。啊无哦，若是讲哦，阮咧路口哦，就咧弄来弄去哦，就定定出现即款的情形啦。哦，因为阮以前咧讲吼，两段线的迄个带转格吼，为什么会危险？因为你咧路口吼，若是要出车祸的时阵吼，伊是出现伫咧迄个交角啦。哦，因为那个物理内底有乌龟嘛，啊，若是两台车吼，两个物体哦，呈现那个直角安尼弄落，啊，伊就会往45度的迄个角度喷出去，会对，啊，迄个45度的角度喷出去是叨位？就是咧咱的待转区哦，啊，所以讲咧，因为讲阮知影讲哦，你咧路口吼发生车祸的时阵，迄是上危险的，所以讲咧，咱要倒弯的时阵就一定爱靠咧倒手边，啊，嘛爱让直行的车哦。若是看到对面有车要直直行，啊，咱就爱先让伊过，哦，啊无咱就是爱看迄个号志，吼，有迄个倒弯的信号的时阵，阮才会当倒弯。啊，毋过咧讲，钟老师吼讲的嘛是无毋对，啊，阮以前哦有甲交通部讲过吼，咱机车咧让车旁哦，阮是无一个法律嘅规定讲机车要安怎伫咧让车旁，所以讲咧，阮嘛一直讲。以前嘛一直有咧甲交通部讲吼，阮针对吼乌多摆咧让车旁即个行为，应该嘛是学法国嘛好，啊嘛是学迄美国的加州嘛好，吼，伫咧差不多30公里，还是20公里，还是踏车啊等红灯的时阵，吼，咱乌多摆才会使让车旁，啊无吼像即马吼，我嘛知影吼，有一寡乌多摆吼，伊就咧汽车咧驶，差不多50公里，嘿，就保守规矩嘛，啊嘛无通讲伊保守规矩啦，因为讲咱即马根本就无即个规矩，互因会当遵守啦。无即个规矩，这才是上大的问题啦，对吧？是，即我来请教着民警吼，咱来看即个图表吼，路口死伤，头仔呼应即个常务讲的吼，路口死伤吼57.59%吼，这拢是机车啦吼，啊，另外这条数吼20万件吼。207100件吼，55%.5%吼，这种机车，吼，这事实上咱来讲，但是
他多老师描述讲，还是讲常务讲的，我如何要来保证讲，我缀伫这大车吼试练的了后，我要来倒弯，但是我伫倒边哦，我要来倒弯，但是伊有可能伊无法度，因为我拢袂当超车嘛，吼，我就一直缀伊正手边啊，哦啊正手边来了，我让直行车，啊有可能一种情形是，我伊站要等要路口，等要迄个十字路口小停落来嘛，敢有这种情形？其实吼，咱拄仔讨论这吼，足趣味一件代志，就是讲吼，本来咱的机车正常，就是你要倒弯，你就行倒边。啊，其实即个两段倒弯吼，是我细汉的时阵才有啦，民国70几年，你要民国80年才有啦。我小汉的时阵是无啦。啊，这正常的人是安怎骑奥多摆？伊嘛是倒弯骑倒边嘛。啊，是安怎？咱台湾人30几年了吼，你袂晓骑奥多摆啊？你即摆人，你叫伊卖两段倒弯，伊煞袂晓啦。其实就是咱。观念拢无甲人民教好，啊，你着甲限制，啊，限制久了，伊就袂晓骑车。拄啊，老师讲的即个问题，讲咱若开放即个倒边的来这个车道的时阵，为奥多摆软车啦，是讲啥？啊，即马伫正边这两道敢无嘛？嘛是有啊，嘛是共款的情形，嘛是软车。啊，其实你软车，咱伫交通典管叫啥？叫分割车道、分割车道的概念嘛。你若会使过的空间，你才会使过。啊，若无，就是你伫静止还是低速状态才会使过。其实伫国外有即个新测的标准，比如讲，你明明是分割车道，你要切正边，要切倒边，你共款爱拍方向灯哦。你共一个车道，但是你共款爱拍方向灯，你后壁的车互伊知影。啊，但是你袂使横向分割，就是你袂使用环的安尼切出来，因为后壁的车会甲你弄着。其实伊拢有一个规则伫哩，吼。啊，你若违反这个规则，譬如讲，你伫共一个车道内底，阮两个并排，啊，我一个倒要。我倒边去弄着直行的，共款的，共款是倒弯的，无去让直行的嘛，就算讲伊是分割的车道，伊嘛是共款爱照这个规矩，但是咱无教育咱大家守这个规矩，所以毋是讲咱开放来切车道会使骑奥多摆了有这个问题，毋是啊，咱即马伫一般的路顶管机车嘛是拢安尼两嘛是无遵守嘛，啊，你的驾照10点去，12点就扣掉安尼，咱的机车驾照是10点甲监理站12点你就摕到驾照安尼。啊，咱即个内底为教育啊，咱平常时的习惯，啊，甲咱这交通的规划拢毋对的时阵，你是要安怎改？当然嘛无法度改。我就讲台湾人讲教歹30几年，也是要安怎改？啊，咱为彻头彻尾，为头到尾教育嘛好，还是这路的这个设计，还是讲咱这考试，全部一概全部改，才有可能嘛？哦，这我同意吼，这大家拢是社会学习啦吼。对对，这个社会学习，包括看咱节目讨论这嘛是种社会学习嘛。但是呢，即马看个千头万绪啦，吼，这项也爱改，道路也爱改，吼，规则也爱改，啊，人民教育也爱改，到底应该对倒位开始改？吼，是规则开始改。譬如讲，阮这看到这内面所写的吼，交通规则第99条第2项第1款，内侧，吼。内侧车道设有禁行机车标志，或者是应该这个要取消，哦，这个要取消。但是取消了爱写更较明确，讲你袂当，你车速在20以下啊，如此这般安怎？比如你安怎看这要安怎改？直接来建议这部长要安怎写？其实吼，咱讨论咱两大式的倒弯，唯一阻碍就是这条。哦，这条99条，因为99条咱内部的车道是袂使骑机车呀，袂使切入去。对啊，袂使切入去啊。啊，头拄仔主持人讲的，咱若是要倒弯的时阵，咱因为直行车伤过紧，我停在中间要小等，啊，这是要安怎？这款的代志不只是机车会遇到，咱汽车嘛是啊。汽车要倒弯的时阵，嘛是因为对面的车流伤过济，伊会停伫咧中间嘛，对不对？但是你的中线是毋是有空间，会当互这台车也是机车伫遐等？道路设计嘛爱处理啊。咱主持人讲的是车甲车的冲突。我举个例子哦，这是咱车甲人的冲突。咱常常讲，咱行川线要退缩，为什么要退缩？你看。这个退缩，若是我无退缩，我若是新川线伫这个所在的时阵，
我车若是要让行人的时阵，是不是就挡到后面的车流？那今嘛有一个行川线退缩，等于是我汽车要让人的时阵，我有所在会使避的，我避伫遮，袂安尼就袂影响后壁的车流。所以咱设计会当解决咱讨论哦，你这题吼，尤其最近因为开始要大出地、大执法，对，哇，即马大家拢足乖的，拢积伫后面，后面的车流拢堵掉。但小咱才来讲这题，这个退缩了吼，哇，真侪车就要乖乖，但是后面拢积伫后面。对。这是毋是交通规划当中，是毋是有一些做法？吼，爱做法爱扭一下，是毋是设计上应该来改进？除了退缩以外，有解法。咱常常讲是人要让车，也是车要让人嘛。无解，敢若无解，但是有法度，叫做十项先开或后开。我们十项差，什么是十项差？咱行人的十项先开，互人先行，但是车佫是红灯，互人先行，5秒、10秒拢会使。反过来，互车先行。车的灯号是绿灯，但是人的灯号是红灯。那到底是车先行，还是人先行？最后地方政府、咱交通局去测量，去因地制宜，让人的动线甲车的动线错开来，10秒、20秒拢会使，这就会当解决问题。哦，对。敢是安尼就如此，安尼就会当解决吗？庄老师？有啦吼，所以讲恁空间袂当做的，恁用时间吼，大家小可扭一下吼，其实是会当解决一寡问题啦吼。毋过我嘛讲，其实咱交通真正足复杂的啦吼。大家应该是想讲，咱这有限的空间内底有这么侪车，有这么侪人伫行的时阵，其实咱应该先来想者，什么是对咱上重要？其实安全是对咱上重要的。嘿，头拄也讲，大家讲效率的问题，效率这个代志，咱嘛是会考虑。毋过来讲，效率和安全来讲，其实是安全是上重要。你可能去甲全台湾大家来做调查，我甲你保证，一定70%以上人拢讲安全是上重要。好，所以咱所空间有限，时间有限，你免解决这个问题，我讲恁有一寡，你爱什么是重要，什么是爱小可吼放较轻的，我是感觉大家应该当考虑这个代志吼。毋过咱共款是来讲，比如讲咱即马要若要讲，互大家伫咧即个有限的空间内底，会讲较安全，伫用这个空间，我是感觉吼，人上重要，吼，人上重要，就是安全上重要。落来了就是人上重要。人上重要嘛吼，头拄民警嘛有讲嘛吼。咱30年来吼，阮查某囝吼，咱3月才摕到迄机车的驾照，伊面顶来写，即个驾照有限，有效啦吼，有效的期限是165年。哦，就是摕这张了后，会当用50年。75岁才去换驾照。所以，我其实我看到这个，我会感觉讲，咱台湾是出了啥代志？交通是咱逐工爱去面对的代志。你即马驾照才好考，你也无管好势，甲这少年仔甲骑去这路面顶。好，我查某囝即马摕到机车驾照，其实我是无啥敢，无想要回去的吼，惊的吼。对，所以你甲讲，恁讲你60%的机车是咱受伤的吼，是机车，我来讲。这内底哦，这内底可能34%是18岁到24岁大学生。少年人，其实咱18岁到24岁的少年人死亡哦，平均10万人死亡的这个比率吼，是咱平均的1.5倍，1.5倍。所以我一直讲，这交通安全对咱来讲吼，真正是一个国安问题啦吼。即摆少年人愈来愈少嘛吼，咱想咱会当对，才开始学车吼，无论你是学机车、学汽车拢共款，你要去你用路这个人，你啥无教好势。即摆上重要就是，其实咱应该教，爱有一个
做严谨的。啊，你会当讲考验出来讲，这用路的人，你是有能力会当去应变，嘿，道路这环境的驾驶，你应该才可以去的。所以全世界考试考驾照是一个足歹考的代志。啊，咱台湾是嘿，你生一年出来都有啊。所以我感觉上重要一个就是咱的头仔讲的嘛吼，到底咱的机车甲汽车要做伙伫咧路上伫行时，到底咱的规范是啥物？吼，这规范定落来，你的考试是变怎去考伊？好，你的道路是变怎设计？我感觉这拢是拢爱去考虑的是，咱也唔通吼，敢若教背火车安尼啊，爱背出来吼，有一个 melody， 吼，背甲吼，互伊听有，啊，背甲吼有一个规划。恁汽车协会吼，恁有具体除了甲即个99条甲废除，有啥物具体的建议？譬如讲，部长即马讲啊，咱的平行敢会使，还是讲爱有其他的配套？恁家己的具体的建议是啥物？基本上啦，即马咧讲你倒滑这项代志要平衡，啊，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讲咱乌多摆咧考驾照的时阵，考了上简单，吼，阮干那咧考技术尔，阮无咧考，伫咧实际上吼，去咧路顶要安怎驶，吼，无咧教讲吼，阮去咧路上驾驶道德，对，驾驶道德，啊，佮有甲别项的吼，甲别台车哦，别行人，要安怎后向的迄个礼让啦，哦，所以讲咧，上重要的是，阮爱为迄个驾照的即个考试开始，阮就应该改革，阮就应该改，哦，就所以讲为即项开始，阮就为差不多4、5年前开始，阮有一个提案书，哦，阮有提起交通部。151月啦。对。但是到即马个倒伫啊？到即马讲唔知嘛，啊，毋过交通部即马有讲吼，讲迄个乌多摆吼，要甲汽车共款。恁是有提起立法委员去处理无？立法委员嘛有，啊，迄个公路总局。啊，但都无人插你。对。105年。敢若阮公共电视有插你。对。啊，立法委员拢无要甲恁斗相共吗？有啦，所以到即摆咪款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吼，其实嘛是有提出来嘛吼，旧年的所在嘿，就是游玉兰立委嘛吼，伊都甲黑毛甲即个嘿，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即个法案吼提出来啦，嘿啊。啊，但是嘛无，我看应该是即个法案无遐优先啦吼，无遐优先。今年应该是希望恁会成功吼。第一，咱来整理者，第一就是希望考驾照唔当用民警讲的吼。第一，考驾照唔当简单，哦，啊实际上爱去道路顶头，爱去试看卖，你会当互相礼让无？嘿对。互相有当礼让，啊知影讲即个驾驶道德，啊是用路人。哦，即个伊甲用路人之间的即个权利义务，对啊，应该是啥物？对啊，尤其是讲咱即马迄个考试场内底，迄个环境甲实际上咱的道路的环境差了伤济啊。日本嘛是安尼考，哦，日本嘛是伫咧迄个驾照场内底哦，设一年嘛会使出来。啊，毋过因迄一年哦有啥物？有倒弯，有正弯，啊有停车，啊啥物拢有。啊台湾的无，啊就入去一年，啊出来就无啊。啊，像拄则咱咧讲迄个两段式的倒弯，啊，到底吼，咱伫咧考试场内底，咱要两段式倒弯的时阵，爬入去到底是要拍正边的火，还是要拍倒边的火？哦，毋知，哦，啊，无共的迄个监理站，哦，因的规定嘛拢无共款，啊，所以讲，无共的监理站规定无共款，对，无毋对。他有这种代志，民警敢有这种代志？有啊，大家标准无共款。哦，标准，你每一个迄个教官看考一个标准就无共款嘛。啊，其实咱台湾就是咱台湾人是安怎？咱台湾人唔愿意。啊，就敢若拍野球啊，裁判讲这个好坏球都无共款。我讲咱台湾人就是安怎唔愿意牺牲，啥物唔愿意牺牲？日本人吼，伊考一张驾照差不多要开20万的一票。考一张驾照，啊，平均哦要5点多次，差不多考5届才考会掉。英国吼有人考280几届，考500啊，毋是100万才考会掉。英国有人考280几届拢无过世界纪录，佫继续保持，佫一直考的。你这个会伤太惨啊啦！啊，就是讲咱台湾实在是第一，伤简单。啊，简单的原因就是安怎？咱唔愿意等嘛，咱唔愿意
学较济物件，唔愿意开钱，迄就敢若咱路啊，你行人车安怎安全？我就做实体分隔上安全。但是你实体分隔了，我也袂使穿越马路，我也袂使伫遐偷偷爬过。啊，就你就我就袂抗议啊。对，共款车嘛是共款，我这边甲你讲，这袂使倒外，我前面右转再右转，我袂，我加1分钟，我无愿意。咱台湾人唔愿意伫交通的安全顶悬做牺牲，啊，即个唔愿意做牺牲，就互咱的政府，也是讲咱这民意代表伫做这法律的时阵吼，伊就是爱尊重民意嘛。每一个人调调啊，变移大家人拢无啦愿意牺牲嘛，所以你这法案啥你都袂过，啊，你都爱拖，啊，就是因为台湾人就是唔愿意为着交通的安全去牺牲你的便利，去牺牲你的时间嘛，你唔愿意嘛。无啦，民警伊你讲甲吼，敢若拢叫你骂着的。来，别问吼，咱讲一个较正面的，就是讲咱从此以后，对今仔日开始啊，改革自新咯，要安怎来重新来做人？互大家来讲哦，咱台湾哦，毋是行人的地狱，尤其哦，上尾一般来讲哦，行人，但我即马看到一个新的现象哦，就是吼，真侪脚踏车吼，尤其台北脚踏车吼，哦，伊会当徛啥物呢？徛这红砖道，吼，啊会当徛这绿色的道，啊嘛有当时吼，甲你点。目睭甲你凝一下，讲这是我咧徛的所在，是红砖道。咱是应该爱让伊，还是无应该让伊呢？这对一个行人来讲，有当时嘛有叫脚踏车整到的。啊，这是新的问题哦。这尤其他妈是新的社会学习。对，我先来补充咱老师讲的哦。咱即马全台湾有1437万人是有汽车的驾照，但是内底有218万人是会当无照骑绿牌的机车，就是伊没有经过机车的驾训制度，就可以直接轻型的。对，但是哦，这是安怎？会当骑咱50cc， 但是8年、9年前，因为咱国家的环保法规进步了，50cc 已经停产了，取消去啊。啊，因即马是骑什么车？可能是马力更强，速度更快，但是这个漏洞在今年的立法院里面依旧存在。哦，我们执政党依旧没有要去溯及既往处理这一块，所以这些218万人免考机车的驾照就会使骑车，这是就严重的问题。搁你讲到对，这些人一旦上路，咱就甲笑啊，你是三宝啊，你是新主牌会叮当的新主牌，甲笑。但是伊是因为咱国家的规矩规范无清楚，有漏洞，让他们上路受伤，所以变成什么基老酒。咱讲咱老大人是咱交通问题吼最大的一群人，但是因为你无互伊去考，他也没有动力去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咱日本哦，伊个驾照有一个金色的驾照，啊，金色的驾照是安怎？你5年哦，没有肇事，没有交通事故，你就可以拿到一个金色驾照。我会有一个光荣感，它是在任何的这个保险啊、税率上面，甚至还有一些商家的优惠，对商家的优惠，这是一个鼓励。咱塔多钟老师有讲哦，咱今嘛在修交通安全基本法。是因为咱较早过去，咱国家的法律拢是处罚，没有以安全为出发的一套法律，所以从安全出发，从正向的鼓励，这是未来这个国家应该要做的事。回到主持人讲的问题，我们很多骑脚踏车的人，是安怎行人行路的人，甲骑脚踏车的人，你甲我讨厌，我甲你讨厌，为什么？因为咱徛伫咧港一个所在，我们就从信义区有一个松山路上面呢，行路的人，甲骑脚踏车的人，甲骑奥多麦的人，叮叮踏踏，甲单公车的人，因伫咧港一个人行道上面去有这么多的功能，啊，这样子的状况下，你甲我讨厌，我就甲你讨厌，但是咱互相讨厌的源头是什么？咱这个城市甲道路的规划出问题，啊，你甲我讨厌，我甲你讨厌，但是是因为源头
的设计有问题，才导致我们民间的对立。是，对。即票文你头讲的，的确是一个较极，我会当讲吼，较极端的例啦吼。市场物件拢在顿做一位。对。但是一般通常吼，有的是敢若行人甲脚踏车吼，两个咧相拄的时阵吼，伊直甲你亮啊，啊无就直接甲你叽停下来，啊，佮来倾斜讲，这是我的，这我的路呢，你袂当骑车。这嘛是关于着咱国家吼，这个法令拢无做全联的这个规划啦。老师，你安怎看这个代志？尤其你也做过行政首长。其实哦，是咱的人民适当教育，比如讲吼，最近吼，咱讲伊这迄款行人地狱的这个名号吼，我感觉伊是引起咱社会足侪讨论。啊，像我即马，因为我本身拢坐公共运输嘛吼，我即马行过路口的时阵，大部分的车辆伊拢会让我。好，所以应该是咱的人民适当教育。会进步的啦。只是咱拢无甲咱的人民讲清楚，讲比如讲，吼，你人行迄款的，那咱迄款的人行道的时阵，嘿，你若讲款，我头拄讲有速度管理嘛，吼，好，你若真正若迄款的脚踏车，你若真正，你若行人行道，你就让人嘛，啊，伊若行外慢，你就让人外慢嘛，吼，所以其实咱是要教育的，好，啊，另外一个。到底是什么车会当去你骑人行道？你若甲我规定讲吼，15公里以下的速度15公里以下，你才会当行人行道。啊，你若去你就是安尼。啊，你若超过这个速度，你就爱罚钱嘛吼。所以共款，咱用速度来管理这个代志。好啊，所以咱若讲比如讲人行哈，每款脚踏车，咱若拢有本身拢有家己的车道，迄是上好的。好啊，若真正无办法。你若讲即个是人行道含脚踏车是做伙用的时阵，你嘛是要规范清楚。所以共款，政府应该是上大责任，伊就是甲所有空间要怎用，啥物是较优先，啥物你该让人的吼。头拄我讲嘛吼，我迄款的，我家个车，我一定爱让直停的车。吼，你袂当去吼弄车旁，你袂当安怎？应该讲清楚，所以你讲清楚，你就甲人民讲清楚，我人民会当教育。对考驾照就爱讲清楚。对。哦，啊规范啊法则，啊甚至是头仔票分讲啊，互你金卡，哦，互你金卡，你有当啊摕去安尼保险的时阵较俗。啊，讲日本迄个制度是安尼嘛吼，伊是3年一定要等于换驾照。换驾照的时阵，伊会甲你讲吼，袂当一世人拢摕一张啦。伊甲你换驾照是甲你讲，吼，这3年来嘿，我的法定是改偌济，安怎改啊安怎，伊是甲你讲较清楚的。所以换驾照是有伊的用途的，嘿，有伊的目的的。毋像恁讲吼，我甲你迄款橡皮夹等于互你，就互我一个驾照，毋是，伊就甲你叫你转来吼，你搁一个再教育，搁一个搁甲你教育一个。我所以换驾照，啊，搁这恁即马。款的违规的记点嘛吼，违规记点嘛，所以我听讲是过啊啦吼。所以讲伊即马已经因本来咱是6个月就登记分嘛吼，即马是1年，吼啊伊有款的记点的项目吼，拢较普遍的。迄阵也是讲用罚金啦吼，所以讲你罚款愈悬，你记的点都较侪嘛吼。好啊，所以毋过伊虽然改了啊，我拢无听到任何的消息。所以就讲，伊嘛无互咱知吼。对，我是迄讲。反正你有发到的人才来看。对，我是讲，你这么大的变，这法令吼。意思是讲，这法则是要为着规范你的行为嘛。是嘿，啊，你拢无甲人民讲，我是讲，奇怪，你这么重要代志改，那拢无一点仔，我拢唔知影吼。所以其实我感觉，咱的政府即马上重要是，我讲吼，行人地狱这件代志。我知影，咱的社会会当沟通，会当讨论，咱的人民嘛是会当教育的。所以我感觉，今日咱对即马吼，比方吼，我安尼行人的环境，好，还是讲即马机车你的两段的道路，即个要改善，还是讲你真正你要甲机车哦，机车你若讲吼，比如讲恁150cc 以上，我是在你当做汽车，真正你是要安尼做的时阵，其实到底汽车甲机车即款的规范。吼啊！你本身爱改遐个，总讲你这规范改了后，嘿，你的道路的设计，你的款的管理处罚的条例，这是拢爱去改。所以包括头拄讲99条，99条你都是爱改。
吼，比如讲到底你若讲咧软车螃蟹，你若真要讲这件是袂使，其实咱应该罚足重的。共款吼，我伫咧105年迄时阵，我咧提案的时阵吼，我有看吼，其实全世界的人民拢共款吼。你若讲这个人民的素质吼足悬的，代表伊也壁罚款是足重的。足重的。嘿，吼啊，所以我是感觉咱对这个社会，咱对表现好的、遵守规矩的人民，咱互伊奖励嘛吼，我会互你。啊，毋过若对违法的人民，其实共款，咱应该有一个当法。是，我来请教吼，恁机车协会吼，他当然讲就脚踏车。那么一般来讲，你脚踏车的这个无尊重行人的行为，其实是愈来愈多。咱就看到真济。恁骑机车的这个立场，恁安怎来看脚踏车呢？我真好奇呢。其实老实来讲啦，阮交通内底有3E哦，3E 即个是3个英文 E 开头的字哦，伊讲的是工程，啊，过来教育，啊，过来执法，哦，这就是讲咧，咱工程爱先做好，咱爱甲咱的道路哦设计好，规划好，啊，过来咧，咱再来教育讲咱的人民吼，变安怎来使用咱的交通，变安怎来使用咱的道路。哦，啊，上后尾啊，才是执法，哦，安尼警察入来时阵，才有效，哦，才会当有效执法啦，哦，所以讲咧，哦，你咧外国吼，因咧设计道路的时阵，因依照车速、车速概念，规范，规范，哦，就是讲咧，行人上班呢一道。啊，过来脚踏车，吼，啊无就是迄个滑板车，吼，迄个渡轮车，哦，就是一粒链啊，迄款新型的车，啊，过来就是机车甲汽车做伙。啊，若是讲咧，迄个空间是有限的，哦，无法度做出即个慢车道，无法度做出脚踏车道的时阵，脚踏车伫咧即个时阵就应该会徛伫咧一般车道顶悬。为什么？因为就亲像咱主持人哦，甲啊，有咱其他的老师都在讲的，就是脚踏车伫咧人行道顶悬，咧安全道顶悬，哦，咧骑的时阵就会，因为迄个速度差伤济啊，哦，就会一个铃，哦，所以讲咧，咧一般道路顶悬吼，脚踏车应该是爱骑伫咧一般车道顶悬，啊，毋过咧，就亲像拄则讲的，咱有即个进行机车的规定，互机车、互奥多摆无法度骑伫咧内线车道顶悬。互相逼压吧。对啊，就是讲咧，奥多摆无法度骑伫咧内线车道。的时阵，我就来欺负脚踏车，啊，脚踏車互欺負了後咧，用來欺負行人，頂懸，吼，啊，讓行人受害，吼，所以講咧，咱即馬吼交通的上大的問題，就是咱為自開始的即個工程的部分，就無甲伊設計好，無甲伊規劃好，哦，啊，所以講咧，才會衍生出哦，咱即馬遮濟問題，哦，咱即馬就是愛為工程開始，啊，過來教育，哦，就像。張老師對也講的，就是咱一張駕照，哦，會當用到75歲，啊，就親像剛拄則主持人講的，啊，阮細漢時陣，啊，無迄個進行機車，啊，無迄個兩段式道路規定，啊，毋過即馬有啊，啊，若是講咧，差不多30年、40年以前考到駕照的人，伊哪會知影講，啊，我即馬規定改遐濟，啊，阮要安怎知影講，阮即馬規定改啊，啊，我以前考到的駕照要安怎？符合哦，即馬咱的交通的規則哦，所以講這攏是必須啊。所以咱的呼籲係真明確啦，吼。對啊。明確。我是感覺講咱台灣人吼，其實吼精神錯亂，安怎精神錯亂？我來講哦，迄腳踏車。我來感覺攏你格格在罵我。你若講無設計腳踏車專用道的時陣吼，你是愛騎一般的道路頂懸。啊，但是咱莫講別個縣市我都毋知，咱台北市吼，莫講台北市艋舺區就好。伊腳踏車為了畫啲路啊，畫一個線，嘛畫一個印一個標誌啲頂懸，伊就當作是腳踏車專用道的，嘛畫啲人行道上面的，啊啲人行道上面嘛有印一個 logo 的爾，嘛有畫兩條線，有一個空間出來，啊嘛有迄落吼，艋舺大道行200公尺了，伊這段甲頭前遐差不多50公尺吼，登去，啥物登去？伊中有一個公車。站牌，伊的意思講，經過公車站牌，你袂使徛，你來停下，佮停下用牽的過，規則是啊，你停來用牽的過。我係講一個艋舺區吼，自行車專用道上無10種無共款的，
我做警察，我家己就精神错乱，我看到我都唔知，这康定路到底是会使到斗阵错乱，我就较平衡康定路、甲桂林路、甲万代路，拢无共款，拢话了无共款啦。明玉，你骂着钟老师，我钟老师小回应一下。我知影明玉讲的对了哈，其实咱无论是讲人行道，还是自行车道，还是讲头拄啊恁讲的吼，机车到底是两段要倒还是啊？其实连续性。你要一个一致性吼，这是其实咱应该爱整体规划啦，爱系统性，嘿啦，才有连续性。对，所以我接受啦吼，搁代表讲，其实咱即摆交通要改善哦，真正是千头万绪，真的足侪爱做。按过我讲嘛吼，一定爱做吼。恁要做的代志，其实别个国家拢做过啊，拢有对参考了。对，拢有对参考。